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。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多少次迎着冷眼與嘲笑，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。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裏愛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。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黃家駒喺83年同幾個朋友組成咗 Beyond 樂隊，參加咗一個音樂比賽得獎，開始佢哋嘅音樂生涯。可能當時佢哋嘅形象同埋音樂路線同當年嘅流行樂壇背道而馳，所以未能被大眾接受。後嚟 Beyond 做咗好大嘅改變，劉志遠離隊，其餘4人亦都剪短頭髮，一身健康形象。而音樂方面亦都加入咗商業嘅元素，開始被廣大樂迷接受，因而大受歡迎。可惜喺今年6月24號凌晨，駐音歌手黃家駒喺日本錄影遊戲節目嘅時候，
意外墮下，頭部着地重傷，送入東京女子醫院，用咗各種方法搶救，昏迷6日，仍然未有起色。6月24號凌晨喺富士電視台第4錄影室進行活張冷站嘅想做乜嘢就做乜嘢嘅節目，拍攝過程中不慎有舞台跌落。